台南市藥師公會除了宣導正確的用藥觀念，另外在販毒的宣導方面，嘛走入社區，教導長輩來認識毒品對人體的危害。2月5號，在台南市東區的南勝里舉辦一場販毒特工隊，勇闖18棟人的百毒不侵的活動，用18支厚紙板做成同人誌，打滿販毒的正確觀念，甲着錯誤的行為標語。有着民眾一邊闖關，一邊耍遊戲，每過一關，就大聲來喊出標語的內容，加強家己販毒甲防毒的意識，趣味又個富有教育的意義。一起吸毒就是陪他愛他，愛他，只做毒品原料沒有犯法。好，回去。很好，那我們對這個反毒的活動會更深入在我們腦海裡面，讓我們更清楚的知道，這個反毒的意義。暑假期間，小朋友呢時間比較多如果父母親一不留神，沒有陪伴的話呢，有可能呢會誤入歧途受不了這個毒品的誘惑。所以呢，也很感謝這次的里長配合我們台南市藥師公會一個宣導活動，來舉辦這個非常有意義的一個宣導，讓家長呢或是小朋友呢也要注意這個毒品的危害，以及有可能注意到說有可能的一個跡象家長要來特別留意。南勝里長王旭新表示，藥師公會近年來在社區衛教的宣導活動不斷來創新，除了常態的投影片教學，另外更加融入桌遊、趣味遊戲、甲着運動健身等多元的項目，將正確用藥甲販毒教育的題材融入於活動當中，讓每一位里民攏增加真趣味，而且閣認識真濟毒品危害的正確觀念甲着知識。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。